在现代生活中，随时保持水分充足已成为健康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而随身携带水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之一。这不仅方便我们随时饮水，还能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喝水习惯。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随身携带水瓶的重要性、选择水瓶的注意事项以及使用水瓶的好处。1. 为什么需要随身携带水瓶？一方便性，随身携带水瓶能让我们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随时喝水。无论是在工作、上学还是运动时，有了水瓶，我们都可以轻松补充水分，避免因为忙碌而忽略饮水。2. 促进健康，根据专家建议，成年人每天应摄取约2至3升水。随身携带水瓶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目标，减少脱水的风险，提升身体的正常运作。3. 环保意识，使用可重复使用的水瓶有助于减少一次性塑料瓶的使用，从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。这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，也是对地球的负责。4. 经济实惠，随身携带水瓶可以减少购买瓶装水的频率，长期来看能节省不少开支。2. 选择水瓶的注意事项。选择合适的水瓶对于达成饮水目标至关重要。以下是一些选择水瓶时应考虑的因素。1. 材质，水瓶的材质通常有塑料、不锈钢和玻璃等。塑料瓶轻便且价格便宜，但应选择不含 BPA 的食品级材料。不锈钢瓶保温性能好，适合喜欢喝热水或冰水的人。玻璃瓶则更环保且不会影响水的口感，但相对较重。2. 容量，根据自己的日常需求选择合适的容量。常见的水瓶容量在500毫升至2升之间。选择合适的容量可以减少补充水分的频率，提升方便性。3. 设计，考虑水瓶的设计是否方便携带。手柄、肩带或防滑设计都可以提高使用的舒适感。若经常出行，可以选择可折叠的水瓶，节省空间。4. 清洗方便，水瓶的设计应考虑清洗的便利性。选择口径较大的水瓶，便于清洁，避免细菌滋生。5. 密封性，确保水瓶的密封性能良好，避免漏水的情况发生，特别是在背包中携带时。3. 随身携带水瓶的好处。一、养成喝水习惯，随时看到水瓶，能提醒我们主动喝水。当水瓶就在眼前时，无论是在工作间隙还是休息时间，都更容易形成喝水的习惯。2. 提升注意力与效率，保持充足的水分有助于改善注意力和集中力。尤其在长时间工作或学习时，适时喝水能帮助我们保持清醒，提升工作效率。3. 减少疲劳感，缺水会导致身体感到疲惫，影响情绪和精力。随时补充水分，可以有效减少疲劳感，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精力充沛。4. 帮助消化，适量饮水有助于促进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。随身携带水瓶，能随时补充水分，减少消化不良的风险。5. 激发运动潜能，对于喜欢运动的人来说，随身携带水瓶更是必不可少。运动过程中，保持水分的补充能提升运动表现，帮助身体更快恢复。4. 使用水瓶的小技巧。一定时喝水，可以设定每小时喝1小杯水，这样能帮助我们持续保持水分。使用智能手表或手机应用来设置提醒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2. 随时检查水瓶水位，每次看到水瓶时，检查一下水位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还需要补充多少水。3. 尝试不同口味，为了增加喝水的乐趣，可以尝试在水中添加水果片或薄荷，让水变得更有风味。4. 携带水瓶的习惯，在出门时养成检查水瓶的习惯，确保每天都能随身携带，尤其是在工作、上学或运动时。
5、分享喝水的经验，如果周围的人也能一起参与喝水的活动，形成良好的互动和鼓励，会更加容易坚持。5、节余。随身携带水瓶不仅是保持水分的方便方式，更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关键。通过选择合适的水瓶，培养喝水的习惯，我们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健康的水分摄取。随时随地喝水，让自己更有活力、更健康，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实践的目标。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，选择可重复使用的水瓶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健康，还能为保护我们的环境贡献一份力量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水的重要性，养成随身携带水瓶的良好习惯，让健康伴随每一天。